宝库电农会有一间八角仓库，已经徛50年了。这外部甲内部的设计，拢充满着卡数。一般的仓库真平常，要不过设计成八角形的仓库就真罕见啊。土库电农会有一间超过50年历史的八角仓库。 伫全台湾剩4座尔，农会表示讲，八角仓库是2层楼的建筑，有塔门甲通气孔，相赞有保温的效果。农友他们把他们的我们收购来的种子，然后会倒到这个每一个的窗框里面，那它里面每一个放的都是不一样的种子。 八角仓库早年是放种子的所在，大家拢放无共款的种子，像土豆、番麦、猪仔等等，因讲是农业时代上好的见证。收购农友他们的种子，那等到下一季要种植的时候，农会就会开始释放这些种子给农民，他们去做播种。乡亲若想要去八角仓库参观，会使先用电话注文，了解这个真特别的历史建筑。 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